兄弟姊妹大家平安。咱想上帝话大心，咱同心来祈祷。亲爱的主上帝，阮多谢你。阮知，阮过去一礼拜，虽然有欢喜的事，有困难的事，有挑战的事，也是有感觉看无希望的事发生。但是主，阮知，伫未来，伫你手中，主你永远无改变。伫你手中有永远的盼望。主，阮感谢你，愿来到你的面前来听你的话。愿主你信心甲阮三个伫地，对阮来讲话。阮的同心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的名来求。阿门。伫以赛亚书40章到55章的这个段落，是当时犹大百姓受掠到巴比伦，伫忧伤绝望的时阵所产生的。上帝借着先知以赛亚宣布讲，伊要讨放伊的百姓，带因返到耶路撒冷。咱想徛伫绝望黑暗中的人，伫行这个段路的路程中，因心内应该会烦恼，还是惊吓讲，敢真正会当顺利返到故乡吗？伫这段路程中，因真需要勇气、希望，也需要互相来三扶持、来陪伴。今日所读的圣经16，搁继续读落去，第10节甲11节有记载，至高的上主带官灵得来啊！伊要亲像牧者顾羊群，甲羊仔抹伫行前，带遐个互羊仔属呢的羊母稳稳啊行。这是一个真温暖、真受保护的画面。上帝要带以色列百姓返到故乡的这个路程，上帝要亲像这个画面，临到伊的百姓当中来安慰因，也带因行这条道路。上帝要安慰伊的百姓，这安慰在伫原文的伊的意思是讲，互心变做事事真平顺。那安尼到底什么叫做是互心变做事事真平顺？牧师举一个来甲大家分享。捌有一个家庭，因去到高雄的动物园要来佚佗，等因甲车停好，要行到大门口去买票的时，伫半路当中吼，妈妈甲细汉囝就大叫一声。原来手摕着迄还未食了的早起吼，互狗抢去。伫继续行到大门的路上，然后已经入去门口内面啊吼，大门内面，即个囡仔规路拢咧哭。厝里的人嘛，一边行一边咧安慰伊讲：“好好，莫哭莫哭，无代志啊，伊走去啊。”连边仔的工作人员嘛，拢对这囡仔讲：“无代志啊，紧去耍，内面足好耍的哦。”但是这个囡仔犹原徛伫拢袂顶袂动哦，然后一边搁咧哭。妈妈就问这个囡仔讲：“你是因为狗来甲物件抢去，你看到狗真惊吗？还搁在惊吗？”这个囡仔就摇摇头。然后妈妈看到囡仔的眼神吼，甲伊看去的方向吼，就问伊讲：“你咧毋甘？”也还袂食了会早起吗？伊就点头点做大力的吼，然后就哭甲搁较大声。这囡仔心中毋甘的早起吼，迄种艰苦的心，互妈妈看见，受到妈妈的安慰，伊心就拍开啊，就天开啊，心就舒适啊。然后伊的骹嘛柔软啊，会当一步一步行入去佚佗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你嘛敢捌经历着真艰苦的心吼，真纠结的心，然后受到上帝的安慰的经验吗？伫圣经内面有真侪所在记载，人拄着绝望、忧伤、痛苦的人吼，亲像夏甲，伊带着伊囡仔一杯茶的水甲饼吼，想赶出家门。伫旷野内面，因迷路，水嘛啉了啊。
即个学监嘛看无头前的方向，到底因要去倒位，伊就放声大哭。这段圣经记载，上帝对天甲伊讲：“讲你毋免惊。”上帝已经听见囡仔的哭声吼，接下来就叫夏甲起来吼，来你去抱你的囡仔，然后互夏甲看见有水通好啉的所在，佮带因伫旷野来向前来生活。伫绝望、伫忧伤、流目屎当中，上帝安慰甲医治。是会伫内面来展现，因为上帝是大有权能的上帝，所以咱只要甲上帝做伙，咱无离开伊，总有一天咱一定会经历到上帝的安慰甲恢复的平安。那咧，咱来想，当上帝来到咱的当中，伊要安慰、鼓励咱的时，咱需要陪伴咱家己吼，咱需要欢迎上帝。通互上帝带咱、带咱向前行。若无，咱有可能也犹原徛伫用旧的家己吼，原本的想法，咱拢踮伫内面，咱无法度来改变、来成长，生命嘛无法度来更新。今日所读的圣经节第30记载讲，有声在话讲吼，伫旷野为着上主陪伴，准备道路。这个准备的意思是拼互清气，通讲形容就是讲拼出一条路来吼。伫当时当地的路大部分拢是真坎坎坷坷的，无亲像咱即卖路遮尔平坦吼。所以伫君王要出外的时，的确会派人去看迄条路会当真顺是行无。那然后看。是毋是有啥物会影响君王要经过吼？所以就爱甲遐个茶几，也是石头，也是讲路伤矮啊，就爱甲往较宽一撮，甲遐个土、甲遐个草丛甲挖掉，互路会当真顺利，互君王来行。到即摆嘛是共款，若总讲咱的总统，啊，搁一寡较高阶的官员吼，若要去到某一个所在。前一天的确有维安人员会来到现场去确认安全的问题。做一寡准备的工课，嘛爱排除任何会发生危险的状况，爱先甲排除掉。通互总统甲遮的官员出外，行程拢真顺利。那恁咱想看觅，上帝。要降临伫咱的心内，上帝要来到你的心中，咱敢爱准备？上帝临到咱的心中，伊要对咱来讲话，要带领咱的生命，咱嘛爱来准备。咱需要清起咱的心，将咱的心会当拼出空位来，将咱心内会影响到上帝。入来到咱心中的遮个生气、苦毒、怨恨、委屈、罪恶等等，拢爱甲拼出去。安尼，咱才有法度，互上帝来带领咱行人生的路。若无，有可能咱掠准是会咱跟上帝咧行，但是其实有真侪是咱无拍破咱家己。互上帝来带领。那呢，咱要安怎来清起咱的心？第一个就是咱读圣经。上帝话是活，是有功效的，比一切上面的行较来吼。伊会当破开人的灵甲魂，啊，佫有关节甲骨髓。佫会当判断人心内的欲望甲意念，所以咱咧读圣经的时阵，除了目睭咧看、头壳咧想吼，上重要是咱爱想上帝话甲我到底是有啥物关系？咱咧问讲上帝要今日甲我讲啥物？安尼上帝话才有法度进入到咱的心内。
所以，当咱真愿意真实来到上帝面前的时阵，愿意真实听伊的话的时阵，咱会有一个真奇妙的心理啊，就是咱的心会柔软，来承认咱心中的软弱，来谦卑看见家己心中迄个歹，然后咱知咱气力无够的时，咱就向上帝来讨。求伊帮咱，求伊来改变咱。第二个，要安怎清起咱的心，就是用祈祷，将咱家己逐款的情绪、心情，也搁咱生命中的软弱，甲上帝讲。当咱若愿意，当咱若向上帝所献的这是忧伤痛悔的心，上帝伊欢喜降临，伊无拒绝，伊的确嘛袂看轻。当咱若向上帝来认罪，上帝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伊会赦免咱，伊袂放杀咱，然后伊会亲像牧者抱羊仔伫伊的行程，安尼来带咱来心中。伫第六章有记载讲，有一个声伫话讲，就宣布，即个讲除了讲以外，意思伊有吩咐、命令甲呼召。所以，即个爱去宣布的行动，其实伊是就一个真积极性的、真迫切性的气力，爱人去做。所以，互遐拄着困难、挫折、病痛、忧伤的人，吼，这人伫安尼状况内面，因身边有人会通甲因讲，虽望咱拄着困难甲挑战无气力，但是伫上帝内面有定心。会气力，定心得到气力，然后上帝会带领你来向前。或者人拄着遐困境的时阵，互人知讲，虽望咱拄着挫折，也是头前看起来拢找无路、无希望，但是伫上帝内面有永远的盼望。或者伫困境人的内面，虽望因。看起来是人真有限，无法度做啥物啊！但是因为咱伫因身边，甲因讲，所以因会当看见，也相信伫上帝内面会当变做永远。伫耶稣传福音服侍的日子内面，有真侪人相信伊有医治的权柄，所以遐人当因得到。心灵的恢复了后，因拢真欢喜，紧紧就去甲人分享。对会影出世较真，咱也经历真侪上帝疼甲恩典，咱嘛爱去甲人分享上帝所做的工。那当咱无愿意去分享，也是咱无去讲的是，那呢，咱的生命会渐渐变做是一个死的生命。咱来想。可能大家嘛拢知影吼，当咱咧传福音的方法，其实有真侪种。但是当咱会当选一种开始做，然后持续去做。伫今仔日咱所看见圣经节内面有讲到讲去安慰、去鼓励，所以对伫去关怀徛伫忧伤、郁卒、艰苦的人的中间，去安慰因、鼓励因，是一项咱会当做的代志。安慰是互扭曲、心情悲白的心，会当得到舒适甲平顺。鼓励即个字，伫原文内面意思是讲对某某人的心讲话。所以咱爱做的是将上帝话带到迄人的心中，互上帝家己对伊来讲话。所以对伫顶礼拜蔡牧师嘛有分享。原教会诚做是一个心灵的教会。那咧分享到底要安怎做？迄上基本上简单的做法，咱免先学真侪技巧，咱只要抓着迄上重要的。拄着需要的人，咱就挖掘伊，将因的心带到上帝面前，互上帝借着咱陪伴伊的祈祷，互上帝话做工伫伊心内。当咱每一个人愿意安尼做的时阵，相信每一个行入来新朋友，借着咱的安慰甲关怀，
拢当成做上帝一个真有气力吼、真扎实的一个心灵的医院的教会。要咱安慰，头一个真重要的重点就是咱爱带着守望祈祷的心去听。等于咧讲的是，咱先莫讲话，先莫讲我的想法，先莫讲咱的意念，也是咱的评价甲价值。因为伫课堂中的人，伊心内真复杂，伊有真侪情绪，伊也真混乱，所以伊需要一个真安稳的人、空间甲气氛，互伊会当真放松，甲伊内面真侪的是情绪、甲想法、甲艰苦心，拢会当真顺利讲出来。所以，咱若伤紧讲话，伤紧回应，伤紧去讲建议，会影响到伊继续讲、继续分享，好好分享伊心内到底痛苦、艰苦的所在。第二点，咱就爱注意听，伫分享人的伊讲的感受、甲意念吼，对心境。安慰人是安慰伊的心，所以咱爱甲重点放伫对方的心，到底伫伊咧讲伊的感受到底是啥物？伊的艰苦心，伊的拄着的问题到底是啥物？所以伫伊讲的内容内面，咱要注意听伊的心安怎，然后将伊的心带到上帝面前，向上帝来祈祷。所以伊的心的状态，就是咱祈祷的内容，要互上帝医治恢复做工的内容。第三点真简单，就是讲咱做伙来祈祷好无？为着伊来祈祷，借着咱，因为伫软着困境的人，伊若无气力来到上帝面前，就是借着咱的关怀甲陪伴，甲这软着人带到上帝面前，互上帝对伊讲安慰的话，医治伊，赐互伊气力。尾后，嘛有一个真重要的提醒，就是咱爱为着伊所分享的来保守秘密，毋通讲吼。因为真做一个关怀安慰的人，是一个代祷者，所以代祷者就是一个器皿。伊所爱做的就是将伊带到上帝面前。伊毋是一个传扬者，伊毋是一个散播者，所以伊面对外国，伊只要将伊所听见的带到上帝面前。所以，当分享者伊所讲的话，咱甲伊所分享的放伫祈祷中吼，这是一个真重要的守则吼。因为这代志是伊的代志，毋是咱的代志，所以咱若甲分享出去，应该爱做见证的分享人是伊吼，毋是咱吼。除非咱讲的代志是家己的代志，咱就会当欢欢喜喜讲吼，来见证上帝伫咱生命中的作为。所以伫遮。可能有人讲啊，我安尼无说，我若无法度100%做会到讲，我袂讲莫讲出去，安尼命乱，我就免做这项代志啊。那总讲咱有安尼挂路时阵，咱会当先选择做其他的事工。但是牧师嘛要鼓励咱毋是安尼就免做安慰的人。牧师要互咱一个功课，就是咱将安慰的工作对家己开始操练起。咱家己敢爱受安慰？爱啊！你敢捌安慰家己，还是定定会当亲近家己的心，照顾家己的心，然后家己带到上帝面前？安慰人的工作，上大心会当做，就是做伫咱家己的心上，咱家己自我操练。常常练习，感受到咱的心到底有啥物心情、啥物情绪，然后咱敢会当认出心内咱所承受的是啥物，所委屈的是啥物，还是有啥物款的情绪伫内面。当咱若常常安尼练习、常常安尼操练的时阵，其实咱就是在操练咱的属灵性命、属灵操练，就是这样。当咱常常
会当安尼来操练的时阵，其实咱累积起来，真做一个属灵性命真勇壮的人。当你安尼操练的人，自然而然，咱就会当真做一个安慰人的人。伫咱真做安慰这的人的时阵，每一个困难其实对咱来讲，咱都无法度解决。每一个困难甲困境，其实拢无容易。所以，咱只要做迄上重要的地基，就是咱真做上帝器皿，来挖掘需要安慰的人的身边，将伊的心软弱、受伤的心带到上帝面前，然后咱接下来会当甲需要进一步关心，也是遐较困难、拄着紧急的人吼，甲咱的同工甲牧师来讲，互咱一个团体当做伙来关心。而且牧师用家己一个例来鼓励吼，啥物叫做会安慰的工作吼？啥物叫做家己先操练安怎安慰家己？伫青少年的是有几届的经验吼，互我有安尼的经历。青少年时，大家聚会大部分迄阵啊拢伫拜六暗时吼，所以每个拜六聚会了，也是服侍了、收收了，拢已经真晚吼。有几摆我看见客友咧敲电话讲啊，厝里叫厝里的人来甲接吼，爸爸妈妈也是想吼你来载我。几届我看见安尼画面的时阵，其实引起我心内有真侪的波动。我会感觉心内真忧伤。聚会了应该真欢喜，哪变做无欢喜？所以我在想讲，我到底是安怎？所以我会想啊，就是伤忝嘛吼，安尼较晚其实无精神忝啊，所以会有安尼的情绪。但是咱爱阁继续问，敢安尼吗？上内心内还阁有啥物心情？所以我问家己，我就想到一个内容，就是我心善。我心善，这个客友，因会当随敲电话，或者随叫厝里人来甲接。伫迄个我的处境内面，袂当安尼随时敲人来甲我接时阵，我发觉吼，其实我心善因。但是心善，敢是上内心的需要吗？其实也毋是哦。所以咱就爱阁继续安静，求上帝讲：主啊，我到底迄内心上需要是啥物？我超找着，其实我内心心善下面所需要的是，我真毋茫有人陪伴，有人甲我做伙。所以伫迄时，你发觉认出你心内的需要的时阵，咱就随上帝讲：主啊，求你来陪伴我，求你甲我相同行。主啊，你陪我。第二届、第三届、第四届，当你要有遐尼的心情浮现出来的时候，当你搁一届知啊，主啊，是我需要你，我需要陪伴，然后家己行回去的路上，你就是一摆一摆一摆向上帝来讲，向上帝来祈祷。伫安尼一摆一摆生命的操练内面，过一阵仔了后，我的心安怎？就开啊，无搁再受着迄阵仔的心情的捆绑。我伫内面锻炼出啊，我知我会当找上帝陪我。我心内迄需要，互上帝来填满。我心内迄爱人陪、爱人同在的需要，上帝亲自陪伴我。我伫迄个点、迄个情况顶面，我就搬过啊！吼，我就得到上帝甲我同在的开展。后届每一届聚会了真晚，我嘛真欢喜耶！忙完了，服侍完了，聚会完了，会当真欢欢喜喜回去啊！因为上帝教我相同行。教会是上帝心灵的病院，愿咱每一人逐工
当你有感受到你心内的心情甲情绪时阵，咱就会当安尼来锻炼，互咱双连教会成做一个有气力的心灵的病院的组员，互囝仔入来的人、受伤的人，拢当透过咱的陪伴，经历着上帝医治甲同在。今日是大降节的第2个主日，愿咱用信心来到上帝面前。就是咱知，虽然咱的心、咱的日子嘛是会有变动、有困难、有挑战，但是咱抓着上帝的话，继续向前行，咱会经验到咱的信心哪加天，经验到有上帝真好。咱同心来祈祷，请主上帝，阮为着在座兄弟姊妹，你来祈祷。主，阮当中若是有人有艰苦心的事，有委屈的事，有忧伤的事，有紧张的代志，有不安的代志，若亲像遮的以色列百姓咧行即条转到耶路撒冷的路的共款。虽讲即马有时阮会感觉无希望、黑暗，但是主，阮欢迎你来到我心中，陪我行，带我向前。主，愿主你大大祝福，听到你的话，愿意安尼操练家己的心，常常完全摒空家己，互你入来到阮的心中。互你做主，遮的兄弟姊妹，主你大大祝福阮，互我有气力，互我有行动的能力，互我有瓦根阮的心的勇气。主，阮多谢你，主你互阮伫瓦根伤心的人的身边的时，或者是瓦根家己的心的时，主你互阮看见迄个光，迄个茫的光。主你永远无离开阮。主，阮多谢你，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的名来求，阿门。